永遠都不要療愈你嘅伴侶，因為心理學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嘅概念，就係邊個痛苦邊個改變。可能有好多人唔理解，點解佢令到我痛苦，你偏偏叫我去改變呢？答案其實好簡單，因為痛苦嘅人係你，佢又唔痛苦，佢點可能改變呢？首先，點解唔去療愈你嘅伴侶啊？因為涉及到心理學非常重要嘅一個概念，叫做權益意識。只要有人嘅地方都會有權利，哪怕你兩個之間嘅博弈。咁每個人本能都會想喺關係中去支配對方嘅，咁證明自己係啱嘅。但係當你試圖去改變伴侶嘅時候，你係無形之中就企喺高位啦，將自己變成拯救者，對方就變成被拯救者。咁結果呢，你嘅伴侶因為權利意識一定會本能咁樣強烈咁樣反抗嘅，因為冇人中意被控制。所以哪怕你嘅建議係好正確，對佢都係好好，佢出於對自己權利意識嘅保護，反對關係中嘅支配，只會強烈咁對你對抗。無論係言語上啦，或者行動上，都會強烈咁樣反抗你，所以最終都會令到你哋嘅關係越嚟越遠啦。